第一機會啊！呢個頭先話唔係啊，10個。等先，咩六字？呢個係唔錯㗎。左邊啊？係得翻2個，係咪呢個咧？真係我哋要見證呢個最後一卦先中嘅呢個係8啊？係咪8啊？唔係8佢有鏡，係8啊！我哋就會有呢一個豬。22啊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你講話唔該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，我哋年頭其實500蚊有呢個，跟住再中呢個，係22卦入邊中咗呢4隻嘢，呢個係年頭送嘅，豬係年頭。